华视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。来看南投一节的形象上宽，在暑假期间推出着小镇慢骑的旅程，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参加。 骑铁马或者是电动车，伫咧一日耍是真常在看到画面。不过对真侪南投人来讲，算是真和你算过。即摆有一日欣赏上款的邀请来遮参加，嘛有 DIY 体验，互大家拢感觉真心实。透过我们这个活动，可以让我们在积极骑脚踏车，可以逛到我们许多的一个景点跟游程。一日欣赏上款伫咧暑假规划设计伫咧小镇骑铁马漫游，其中鼓励女性创业的飞燕创业协会嘛组团来遮观摩。 其实我住鱼池蛮近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想到吉吉可以漫游，可以这样子，然后骑脚踏车到明星书院，用骑铁马或者是电动车方式来漫游一日小镇，加上欣赏相关的专业导览，让一日小镇这个家变更加热闹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